就要到圣诞节，国外所发生攻击事件。德国东部的马德堡市20暗时，有人赛车弄入去圣诞市仔内底，至少有2个人死亡，60个人受伤。也那克罗埃西亚是有一个19岁的少年人，摕刀去伊的国校母校乌白台，致使一个7岁的儿童死亡。 德国警方大声命令嫌犯趴伫涂骹，其他赶来的警察甲嫌犯包围。20拜五暗时，伫德国东部的马德堡耶诞市集是人上济的时阵，一位嫌犯赛车冲入去市集，造成严重的伤亡。目前知影2位受难者是一个大人甲幼囡仔，阁有15个人重伤。大阵警车甲救护车也赶到现场，附近的民众也是心惊胆吓。 Wir sind am Zittern, voller Mitgefühl mit den Angehörigen, auch in der Hoffnung, dass von unseren Angehörigen, Bekannten, Verwandten nichts passiert ist. 德国的耶诞市集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，当年人是定定。案发了后，真侪地区的耶诞活动也赶紧冻点，并且加派保全。根据警方的调查，犯案的是一位50岁精神科医师，2006年对沙地阿拉伯搬到德国。 并且伫这个市集，也就是马德堡以南40公里的城市职业，警方初步认定这毋是恐怖攻击，目前搁咧调查嫌犯的犯案的动机。伫巴尼干半岛的克罗埃西亚首都萨格勒布，一间国校伫20透早，有一个19岁少年仔夜倒撞入去1年的教室，致使一位7岁查某囡仔互拄死，搁有一位老师甲3个学生囡仔受伤。 其中老师是重伤，警方派出医疗直升机争取黄金的救援时间。克罗埃西亚的副总理兼内政部长召开记者会说明案情，表示警方伫案发10分钟就赶到现场抓人。15-godišnjak koji je bio učenik te škole i koji trenutno živi u blizini te. 当地媒体访问嫌犯的老母，表示嫌犯的情绪无稳定，真侪该进出疗养院。警方当咧进一步厘清案情。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。